無主燈最貴嘅代價唔係多裝幾盞燈，而係你花咗入去嘅錢，入住後先發現，每晚坐喺梳化嗰度都俾自己屋企嘅燈照到眼都攰。好多人設計無主燈，第一反應就係不斷咁加射燈，覺得燈越多，屋企就越光，越有層次。再買深杯粉雙燈，應該就唔會刺到眼。但係你坐低或者瞓低，一抬頭就見到成排發光面，齋反雙嘅燈啊，位置裝錯，角度對住人，一樣會變成一粒一粒嘅小太陽。真正令你刺眼嘅唔係燈具夠唔夠反雙，仲要睇燈光源有幾光，裝喺邊，數量有幾多，同周圍嘅明暗反差。所以反雙唔係燈具上邊嘅一個參數，而係由人嘅視線出發設計成間屋嘅光。咁燈帶可唔可以做主照明？可以，但準確啲嚟講，燈帶適合承擔基礎環境光，唔適合全屋淨係裝燈帶。將光打到牆面同天花，再反射翻落空間，光線會均勻好多。但係要睇反射之後夠唔夠光，燈槽位置、散熱、驅動同調光。淨係靠燈帶，空間可能會太平。睇書、食飯同切菜未必有足夠嘅重點光。最舒服嘅做法就係燈帶負責基礎照明，少量射燈或者吊燈負責餐桌、閱讀位同操作台，洗牆光就負責空間層次。記住，主照明唔係指某一種燈，而係邊一層光承擔咗成間屋嘅基礎照明。真正嘅高級感唔係天花有幾多盞燈，而係需要光嘅地方，光源識得離開你嘅視線。